是毋是会去保走杨元娇？倒就奇怪啊喏！你为什么咱会这么只关心杨元娇哈？也搁有，你对伊讲，什么日后就唔通辜负你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哈？兴王，万笑。兴王，你是咧看什么咧？安怎？到即马唔着要怪我这个牛兄哦。兴王，你明仔载是毋是会赶紧上殿去保走杨元娇？这着搁你甲我提醒啊！来，你看这啥？奏章。这本奏章是牛兄连夜写好的，准备明日早调，你要保走杨元娇。你肯定不啉早调酒？是啊，皇上，杨元娇被擒，赵太君甲曹王爷决定的极力保走，皇上嘛袂当阁轻易放走一个钦犯，也若是到时候，皇上岂不是为难啊？皇上，杨元娇是然要审问，若要讲皇上亲自审问，不如交代三法师审问，嘛是共款啊。皇上，曹王爷私藏要犯，积罪不轻，求皇上看清，外记皇帝，这是一片的善意，朕无愿意来追究这件代志。皇上，太祖庙修复之后，遍属奇花异草，皇上咱趁这机会，到处游玩一番。看清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叫朕暂时撇开心？无错，皇上，在杨元娇口经还未交人以前，皇上最好卖记将神。好，顶到下旨免调3天。皇上3天免调，那安尼咱是要怎样啊保走元娇咧？喂，正在为着这项代志伫咧烦恼。若是无多人见到这王的面，就无多人保元娇的罪啊！
曹爷，你敢知阮六哥去互关在什么所在？看来分明皇上伊有意伫要来闪开啦，巧你，巧你。这分明是叛奸的诡计。阿娘，既然皇上听信奸臣之言，就算会当记着伊，嘛是无路用。如今救人要紧，我带领家属来去潘府讨人。假使伊若是唔交出六哥，我就杀你潘府家眷不离。干嘞！咱娘家已经有够不幸，你免个再惹祸啦。毋过咱免目睭金金，看六哥叫潘奸害死啊！你暂时免伤心，老太君。本王已经去搬请一位救星，伊也已经答应我，要探听燕郊的下落。救星是什么人啊？老太君。请你放心，本王甲北龙兄情同手足，深知的为人，只要是为正义、为公理，就算讲是素不相识，伊也会忠义执言。8000岁驾到！本王慢一步，燕郊已经落入潘林美安排好的圈套中了。8000岁，我求你，你叫我难过。千岁，我杨家将你付出救你，保家离境，生死不知。现在只剩燕郊一个人倒转来，我求你。求你就救阮杨家一条的命去！老太君，紧请去，本王答应你就是。小千岁，伯兄，你拄则讲潘林美安排圈套是，因为燕郊已经被押入三法司刑部长了。杨元宵，皇将恁白囝告人，行法的境界，将实招来。完了！杨家族为国尽忠，牛真城破，遭受惨死，哪行我道理呢？不将永兴。完了！
阿爹，可你这位的兄弟咧，潘林美，为什么会讲你爸囝投降反帮咧？冤枉，这是天大的冤枉，害你为囝告状，上面记着红色，就变成败国的金王。阿哥，听潘林美在讲，伊讲你拍死判好时阵。有拿起这粒玉印，证明却有北辽国刘母王杨延昭教的你，所以皇上才相信咱杨家投降反叛，被惊教的人当作皇了皇位。伊还阁讲，你回家是为着要接阮家娘去北辽团圆的，团圆。咱杨家今生哦，咱中河花干的心肠啊，如何弄啊？阮爸囝真中将命丧，风传的老乡啊。阿爹，甲这位大哥全部惨死！是老相公，我的阿娘，母亲，母亲，老太君，阿娘，老太君，你较振作些！老太君，老太君，母亲，老太君。你较振作一下，马千岁，苍爷，我有家将忠心平平，为何会落处下地位？只存燕青。一个囝，要讲唔放伊煞，要顾伊死，这天理何在？正义何在？这你才伤心，请你叫六将军，将伫五台山败兵代志详细搁再讲一遍。本王来替伊写一篇状纸，再来交予北王兄，再听候皇上，一定会把大头替恁洗刷冤枉。对，只有这个办法。六卒，在，请准备作弊。是。皇帝为王爷，容易要来相助。你紧将过去的情形讲出来，母亲。你情的开
小王，我要紧，我要紧。原来杨家昌不是韩范，全点我们真痛死。华太师觐见。传你觐见。遵旨，皇上有旨，华太师觐见。皇上，有元宵休了曹王爷，不容放走。我无放伊走，人在天保府，若是倒者，你可以来找我。皇上，看什么？真怎你该看呀？皇上，这全部是比赛的，唔系什么人加了证纸，要陷害老神啊！
局长，要若安尼讲，假造玉印陷害忠良，这也毋是无可能哦。皇上，杨延昭几项反帮，伊讲的话，敢就是会相信心？冤枉，老臣实在冤枉啊！不记得，他记得，心里在。在这件代志，令恁两人限了4个月内查明此案。遵旨。皇上，遇到这两件事惨，老臣该受灾殃咯。皇帝，你讲什么人是奸臣？无啦，无啦。你这个奸臣啊，陷害忠良，在证据还未到手之前，本王就先打你20个金蛋代替受害之人出来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哎呀！哎呀！